好啦，鄉親啊，繼續來看南投縣政府舉辦着閩南語吟唱古典詩詞的比賽，全縣總共有8間的國小進入決賽。透過台語吟唱方式，重新解說當時客詞，和現場就親像回到古早時代。看到小朋友都精心的打扮打扮成古人的樣子然後回到我們以前那個詩詞吟誦的這樣子的一個情境。囡仔哪文品哪吟唱，無人提出家己製作的小道具演出，透過表演的方式，加深對古典詩詞的理解，嘛更加讓囡仔愈親近傳統文學和母語文化。在培育我們的這個本土語過程當中，結合我們的藝術美學、校園美感的部分呢，呈現多元的一個表現。南投縣政府講，希望透過閩南語吟唱古典詩詞的活動，發生在表演和學習的過程，同時明白台語文化和古典的文學，嘛培養囡仔的自信和表達的能力。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